華盛證券係新浪微博旗下嘅券商，有齊晒股票、基金、期權、期貨、債券、窩輪、牛熊證、虛擬貨幣、ETF 等等嘅交易服務。嗱，一個 app 咧 trade 乜都得，依家咧仲有美股夜盤上線添，可以 trade 足全日啊！嗱，日頭收市咧就唔代表機會會完結嘅。依家華盛通全新推出美股夜盤交易功能，打破晒時間嘅限制，喺星期一至到星期五朝早嘅8點去到晏晝4點，一樣都可以捕捉到突發新聞、業績數據帶嚟嘅交易機會。夜盤交易啦，唔係單純延長時間咁簡單，係俾你咧快人一步捕捉時機。嗱，舉個例啊，如果 Nvidia 突然公布業績好靚仔，又或者係聯儲局啦突然出政策改動嘅話咧，你唔使等到夜晚開市噶，即時咧就可以喺夜盤落單，避開 gap risk。想用夜盤功能，嗱，第一步啊，睇清楚依家係咪夜盤時段。記實啦，美國東岸時間星期一去到星期四，夜晚8點去到朝早4點，而冬令時間咧就會遲1個鐘。跟住第二步，揾到支援夜盤嘅股票，去翻個股嘅詳情頁面。嗱，見到呢一個咧就係24小時嘅選項，撳入去，揀翻限價單，剔埋咧緊夜盤呢個選項就可以落單噶啦。夜盤交易4大優勢，嗱，記實啦，第一，亞太黃金時段覆蓋，唔使捱夜睇市；第二，突發消息即時反應，避開開市跳空嘅風險；第三，資金運用更靈活，策略多變，夠晒彈性。第四，熱門美股流動性強，落單暢順，冇阻滯。當然啦，夜盤啦都有細節要留意㗎。部分冷門嘅股份啦，成交就可能會比較疏落，所以買賣差價啦，亦都有可能擴大㗎。發仔提提你，記住監察訂單狀態，理性交易啊！依家就升級華盛通嘅 App，體驗下夜盤交易啦。撳下面嘅連結咧，即刻就可以睇更加多嘅詳情啦。